大家好，今日咧我講嘅課題係 CSV 3020份功課。我本人叫做莫卓彤啦，我嘅學生編號係24020184。首先我介紹下我自己先啦。我個名叫莫卓彤，我嘅工作咧叫做保健員，係幫助老人家嘅。然後我哋目的咧就幫助我嘅病人啦，陳先生去改善佢嘅日常嘅問題。首先咧，我想講下我份 PowerPoint 嘅目的啦，係令到其他人可以知道我嘅病人陳先生究竟有幾多種唔同嘅疾病啦，同埋令到其他人去知道究竟點樣去幫助陳先生啦。因為我病人有好多疾病嘅，同埋咧好多人都係唔知道應該點樣去幫助佢啦。以下落嚟我就會開始講。首先我講下我個病人嘅背景先啦。陳先生咧佢係有聽障問題嘅，而且咧佢係唔中意戴助聽器嘅。然後咧佢係有咀嚼困難啦，食唔到啲嘢食啦，然後佢又唔中意食啲糊仔啦。然後咧佢有分泌失調症嘅，即係佢好容易就會賴屎賴尿落塊尿片度，成日會換尿片，令到啲老人院嘅姑娘就會覺得好麻煩啦。然後咧佢係四肢不便嘅，因為佢下肢咧就喐唔到，咁咧就成日坐喺張凳度先行到嘅。所以咧我會用一啲方法去幫助佢改善佢呢啲問題啦。好啦，首先咧我會我可能會整到佢助聽器比較舒服啦，符合佢耳仔嘅長度啦，令到佢會喜歡戴助聽器多過剝咗佢啦，令到佢可以聽下周圍世界嘅聲音啦。同埋咧，佢中意食啲軟嘅食物啦，咁我唔會俾糊仔佢食，我可能會整啲蔬菜泥俾佢食。蔬菜泥咧都係固體嚟嘅，而且係比較好食啲嘅，有味道嘅。我覺得老人家會比較中意食呢啲嘢食。而咧，我覺得如果要訓練佢下肢咧，我覺得要俾一啲練習佢做啦，係符合咗陳先生嘅方法啦，可以令到佢隻腳冇咁容易，令到佢隻腳會唔需要用到隻腳啦，可以訓練到佢隻腳啦，可以盡量佢唔需要成日坐喺張凳度啦。第二咧，我覺得要將喺張凳度咧放一啲大嘅尿片。當佢成日坐喺張凳嗰時咧，如果佢需要去便溺咧，我覺得佢可以賴喺張尿片度，咁姑娘就唔需要成日幫佢換尿片咁麻煩啦。之後啦，喺咁多種問題之中咧，我覺得食物一樣都係最重要、最難去幫助陳先生嘅。因為陳生同好多老人家一樣，都係唔可以食得太多硬嘅嘢。因為佢有啲老人家咧，可能因為退化咗，啲牙齒會脫落啦，而且冇任何嘅力量去咬碎啲食物啦。咁如果佢哋真係食嘢咧，好多老人家啊唔認自己好老，就唔肯食糊仔啊，同埋咧食完之後覺得淡淡冇味咧，就會厭食啦。咁我覺得咧，身為保健員嘅我咧，我覺得我會煮啲軟嘅食物啊，或者蔬菜泥。雖然咧佢哋睇嚟都好似糊仔咁樣，但係佢哋有味道嘅，可能會令到老人家食慾會大增啦。咁而且入面嗰啲食物咧都含有好高嘅維他命 C 啊、鐵質嘅，仲有蛋白質嘅，應該可以符合到好多老人家身體狀況啦。咁我個病人陳先生咧，佢都係有咀嚼問題嘅，咁蔬菜泥咧就唔使咀嚼嘅，可以直接吞嘅，會比較容易啲。同埋我係每一樣餐單我都係會跟住佢哋嘅病啊或者身體狀況去調製出嚟嘅。好啦，總結嚟講啦，
陳生咧係一個病人嚟嘅，好明顯係一個病人，同埋佢有好多健康嘅問題啦。所以我覺得我會提供啲日常嘅需要咧，根據佢嘅身體狀況同病例嘅。我好希望我個病人陳生咧將會有一個健康嘅身體喺未來啦。呢個係我嘅 present，多謝大家。